哇！原來有一張卡咧，2025年升到2026年喎，3倍嘅回報啦。咁呢張卡係邊張卡咧？就係梵高比卡超啦。嗱，嚟緊咧呢條片咧，我有2個重點話俾你聽，揀卡咧升嘅元素係啲乜？第一個重點就係揀比卡超同特定嘅 IP 去做 crossover，好似咧馬里奧同比卡超嘅 crossover 咧，呢張卡咧已經成為咗大卡啦。如果咧以 Mario 紅色帽嗰個咧，就大概接近17萬一張喎 PSA 10。梵高咧就會有呢個元素喺度啦，但係梵高咧個價錢咧仲係好低水啊，15000蚊啫。我係唔會追大卡，點解咧？17萬，老實講買賣差價都會高啲啦，唔係個個有17萬去買到張卡噶嘛。但係咧，如果攞15,000蚊嚟講咧，就可能容易啲入場咯。第二個 point 咧就係呢張卡咧個知名度係好重要嘅喎。嗱，好似最近啦，張繼聰咧入坑啊買 Pokemon 卡咧，佢都係選擇梵高喎。入坑 Pokemon 嘅卡係越嚟越多人啊嘛，加上有啲名人嘅加持，知名度啊或者係受眾程度就會越嚟越多啦，個需求咧就會越嚟越大喎。咁點解喺股票市場揾到我哋嘅梵高咧？其實咧，我有留意緊一隻股票喎，就係 Nvidia 啦。佢都有2個重點。第一個重點咧，就係睇呢間公司咧盈利能力夠唔夠啊？嗱，而家進入咗個 AI 時代啦，個個咧大公司咧都要同呢間公司咧買晶片嘅喎。而 Nvidia 咧由上年2025年咧到2026年咧，佢都由90蚊可以升到180蚊喎。第二咧就係知名度同流通量啦。好似咧頭先我攞梵高嚟做例子啦。如果你入美股第一時間，你梗係買 Nvidia 啦。嗰個流通性啊同埋知名度咧都係處於一個第一喎。如果係你會揀1年升咗3倍嘅梵高啦，定係揀1年升咗1倍嘅 Nvidia？留言話我知啦。